大齋期默想系列第34天，4月12日，題目：怕什麼？你怕咩嘢呢？疾病、貧窮、衰老、死亡、失業、孤獨、丟臉，呢啲恐懼有冇亦曾經悄然佔據你嘅心呢？男人嘅恐懼多藏於心，少宣於口。女人則更傾向坦然分享。若喺一個小組中討論你怕咩嘢呢個問題，恐怕男子組嘅對話喺1分鐘內就戛然而止，而女子組卻能傾上25分鐘，依然意猶未盡。一次性格探索課堂上，導師提問：假若進入一間陌生嘅茶餐廳，你會揀坐邊個位呢？有人答：靠牆嘅位置，亦有人話靠近門口。導師追問：點解呢？揀靠牆嘅話，靠牆感覺安全，可以掌握全場情況，一目了然。揀門口嘅回答：若果有突發事件，可以迅速逃離現場。之後居然有一位話：其實我根本唔會進入陌生嘅茶餐廳。懼怕係人類共有嘅8大情感之一，無人能避。但係懼怕並唔係全然負面，佢能夠提醒我哋遠離危險。因為怕死，我哋唔會輕易冒險；因為怕受傷，我哋唔會隨便觸碰高壓電；因為怕損失，我哋謹慎選擇行事。適度嘅懼怕係一種自我保護嘅機制，能讓我哋喺危機中安然無恙。但係另一類恐懼卻會成為人生嘅枷鎖，使我哋停滯不前，錯失良機。明明心儀某個目標，卻因恐懼而唔敢追求；明明應該行動，卻因懼怕失敗而裹足不前。呢類恐懼係人生發展嘅最大阻力。我哋應該點樣分辨咩嘢該怕，咩嘢唔該怕呢？喺路加福音12章4至5節，耶穌說：我的朋友，我對你們說，那殺身體以後不能再做什麼的，不要怕他們。我要指示你們當怕的是誰？當怕那殺了以後又有權柄丟在地獄裏的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正要怕他。呢番話指向門徒即將面臨嘅逼迫、宗教當權者嘅審判，甚至生命嘅威脅。喺驚懼嘅時刻，耶穌教導佢哋要將目光放得更遠。嗰啲只能奪去肉體生命，卻無法掌控靈魂嘅人，不值得畏懼。唯有嗰位永恆嘅審判者，先係我哋真正應該敬畏嘅。耶穌將短暫嘅今生同永恆嘅來世放喺同一條時間線上對比，讓該怕誰嘅答案變得清晰明了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你內心深處藏有哪些懼怕？呢啲懼怕有冇喺度威脅你嘅平安，或攔阻你嘅成長呢？第二，我哋嘅恐懼往往源於對世間失落嘅焦慮，但你有冇思考過，失去永恆先係最值得害怕嘅事呢？你有冇真正敬畏上主呢？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你係至高嘅主宰，掌管萬有，滿有公義與慈愛。我喺你面前存敬畏嘅心，懇求你監察我，光照我，除去我內心一切得罪你嘅懼怕與疑慮。求你賜我勇氣，讓我敬畏你而不懼世事，並以堅定嘅信心行喺你嘅旨意中。阿門。